扣落来最后一礼拜，有未少家长会特别带囡仔去高雄旗顶耍水。不过过头就传出讲，有真侪人的脚、面也手拢去摸到，唔知倒位来乌油。初步了解，这乌油可能是顶个月月底，伫咧高雄港外口停起迄只提赛轮所流出来。干部公司嘛已经派人去清，今日旗顶的海报对今仔开始要封3日，暂时未开放。一个条目片差的，看我。生气民众一直骂，讲代志发生8点钟啊，无任何官员来到现场处理。伫现场洗脚民众拢捌落水耍水，代志发生伫一礼拜六暗头啊。东港下晡3点了后，陆续游客反映，耍水时阵去摸到深色的油，面手脚拢真黏，也有对台中来耍的游客也捌甲规身躯。那个台中过来冒死我，说你们高雄最烂的烂死的。所有的这个机关推来推去的状况，让我觉得政府机关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隔离民众，只是呢，在这个岸上做了一次的广播。当时在场这几间的民意代表，经过各电话协调，也积极起诉相关单位，当时处理不好。最严重的地方是有100米左右，我们已经用封锁线把它去封锁，然后去禁止游客进入。你觉得好像水有一点点粘性是真的，好像有一点点。高雄港务分公司无排除污染源，敢若是天赛轮的残油飘到沙坡，甲沙结冰了后，正水油球，有个污染范围大约100公尺，会甲沙坡封起3天。到礼拜下晡3点，总计扣到大约12公斤。初步现场敢若一寡线油球无扩大范围，来检查其他的沙坡也无发现有油，也强调天赛轮残油抽除作业，到即阵无大量泄漏，也是油管憋气的情形。每工有4只工作船监控海面，到即阵敢若发现一寡油灰啊，会以上严格态度避免污染海域，造成生态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